第5章，因来到海迄边，激烈心人的所在。耶稣一个路船，就有一个互鬼附着的人，对坟墓内面出来，迎接伊。迄个人常常踮伫坟墓内，无人会绑牢伊，就是用铁链也袂话，因为人逐摆用脚链甲铁链捆锁伊，铁链竟然互伊踹断，骹扣也互伊弄碎啦，总无人会制服伊。伊入眠常常伫坟墓内甲山中喊叫，搁用石头拍家己。伊远远会看见耶稣，就走过去拜伊，大声嚎叫讲：至悬上帝的囝耶稣，我甲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上帝恳求你，毋通互我受苦。是因为耶稣捌吩咐伊讲：有鬼啊，对这个人身顶出来吧。耶稣问伊讲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讲：我名叫群，因为阮罪的缘故。就再三会求耶稣，毋通叫伊离开迄所在。伫迄位山坡顶，有一大群的猪在食，鬼就要求耶稣讲：求你找阮去猪群内面扶着猪。耶稣准应，有鬼就出来，进入猪群的内面。对安尼，迄一群的猪跋落山坪，歇伫海里，淹死啦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饲猪的就逃走啦，去甲城内甲乡下的人讲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因来到耶稣迄位，看见迄个互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互规群的鬼所附的，坐着穿衫，心内明白过来，因就惊吓，看见这个事的，就将鬼附的人所拄着的，甲迄规群的猪的事，拢甲众人讲。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阵，迄个从前互鬼附着的人恳求甲耶稣三角地咧，耶稣毋准，却对伊讲：你倒去，到你的亲人迄位，将主为你所做，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灵敏哩，拢甲因讲。迄个人就行啦，伫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伊所做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拢稀奇。耶稣坐船，搁渡到迄边去，有真侪人到伊迄位聚集。伊拄伫海边的顶面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，名叫睚鲁，来见耶稣，就拍伫伊骹前，再三求伊讲：我的细查某囝得要死啦，求你去换手伫伊身顶，互伊得着好，得着活。耶稣就甲伊三角去，有真侪人群地围括伊。有一个妇人人患着12年的血流，伫一寡医生的手内受真侪的苦，搁用尽伊一切所有的，一点仔也无看见好，病势反转搁较重。伊听见耶稣的事，就对后面来，插伫众人的中间，摸耶稣的衫，意思讲：
我只有摸伊的衫，就的确好。对安尼，伊的血流的源头立刻打啦，伊就觉得身顶的灾病好啦。耶稣念边心内觉得有能力对家己身顶出去，就伫众人中间挖过来，讲一嘴摸我的衫。学生对伊讲：你看众人围过你，要讲一嘴摸我嘛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看做这个事的妇人人。迄个妇人人知影伫家己身顶所成的事，就惊惊吓吓来拍伫耶稣的面前，将实情拢甲伊讲。耶稣对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倒去吧，你的灾病好啦。要讲话的时阵，有人对管会堂的家内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，何必阁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讲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讲：毋免惊，只着信。对安尼，大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三甲去，毋准别人跟地伊。因来到管会堂的家内，耶稣看见迄位乱嚷，阁有人大大的啼哭，入到内面，就对因讲：为什么乱嚷啼哭呢？囡仔毋是死，是困。因就啼笑耶稣，耶稣将因赶出去，就带着囡仔的老爸母甲军地的人入囡仔所店的所在，就牵着囡仔的手，对伊讲：大利大古米，翻译出来就是讲：查某囡仔，我吩咐你起来。迄个查某囡仔连边起来行，因就大大的惊吓奇怪。查某囡仔已经12岁了，耶稣切切的吩咐因，毋通互人知这个事，阁吩咐互伊物件食。